大家好，今集電動車之旅同大家去尋找三趟快車博物館同埋金坑古鎮嘅故事。由蓮塘口岸出發，會去三趟快車博物館，再去金坑古鎮，最後返回蓮塘口岸，全長52.7公里。車程食嘢、參觀影相，總共用咗8個幾鐘頭。睇片之前記得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啦。前往嘅方法係粉嶺站 A2 出口，往右手邊方向前行，見到樓梯向下行，就會見到一架 B7 巴士去蓮塘口岸。由於部電動車電量唔夠，所以第一站先去咗換電池先。個朋友就係 Hello App 度揾到最近嘅電池櫃，方法都好簡單。跟住我哋就出發去三趟快車博物館。上世紀60年代，香港居民副食品供應匱乏，為保障香港居民嘅生活需要，內地供應港澳鮮活商品三趟快運貨物列車。呢三趟承載住特殊使命嘅快車，自1962年3月20號開始，每日固定開行，從武漢、鄭州、上海或者長沙出發，將鮮活物資經深圳運送至香港。高峰期時，深圳工業站所轄倉庫區一日就有嚟自全國各地嘅5000頭牲畜、幾萬隻家禽運往香港。隨住物流運輸業嘅發展，生鮮物資有咗更靈活多樣嘅運輸方式，深港間嘅鐵路貨運業務需求量逐漸下降。2010年，包括三趟快車在內嘅深港間貨運列車駛入咗歷史。進入金坑古鎮，大家可以感受到強烈嘅客家氣息。大家可以喺有逾100年歷史嘅狀元府南香樓欣賞古代嶺南建築之美。而喺史記亭，數以百計嘅燈籠懸掛喺建築上，引嚟唔少人前嚟欣賞。金坑古鎮原為金坑客家小鎮，位於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吉華街道金坑社區金里路18號，起源於明清時期，客家田園風光為一體嘅文化旅遊景區，佔地18萬平方米。金坑博物館係深圳市龍崗區文化館金坑古鎮分館，亦都係客家民族文化館。展館主要分為2層，一層主要展示金坑山下良老人家篇章，通過圖文等形式記錄咗金坑嘅歷史。金坑炮樓位於炮樓紀念廣場，建於民國8年，1919年，係客家人聚居嘅標誌性建築，記載住客家人嘅不屈精神，承載住東江縱隊精神。炮樓面積大約45平方米，以東江縱隊司令員喺金坑養傷嘅故事為背景。
金坑古鎮建設規劃分為兩大部分、6大分區。兩大部分即客家小鎮同生態特色公園。6大分區包括文化休閒區、特色產業區、農耕體驗區、濕地科普區、農業觀光區、山地運動區。文化休閒區通過特色美食街打造客家文化休閒街區。特色產業區主要設置客家文化會館、客天下會館、金坑良母保護研究中心、生態文化沙龍、生態文化研究中心等功能板塊。現有原地開展農耕體驗、採集活動等。濕地區生態濕地資源開展濕地觀光。農業觀光區結合蔬菜基地打造容觀、品、賞、畫攝為一體嘅農業觀光景區。山地運動區以植被恢復同生態保護為重點，建設山地戶外運動專案，並植入休閒旅遊、生態休閒體驗活動。其中文化休閒區同特色產業區構成客家小鎮部分，農耕體驗區、濕地科普區、農業觀光區、山地運動區構成生態特色公園部分。特色文化園區裏面亦都有住唔同嘅演出節目，包括粵劇、古裝舞蹈表演同埋舞台劇等，將古人嘅生活呈現於大家嘅眼前。文化區亦都不時舉辦工作坊，俾大家製作傳統工藝品。餐飲方面，鎮上亦有香港唔常見嘅特色食品，包括只售人民幣88蚊，約港幣102蚊嘅農家土窯雞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